我嘅職場上又有小插曲，呢單嘢可以話令到我對職場上嘅心態又有新體會。真係如網民所講，認真就輸了。話說我都係新新地嘅狀態，啲新嘅 task 通常都會揾一個資深少少嘅同事 check 一 check， 睇下有冇漏嘢，因為佢都未教晒我所有 steps， 所以我都仲係摸索緊。話說有一日有一隻 case， 個客下晝覆咗新嘅嘢啦，我唔係好清楚下一步要點做，而本身嗰一日嘅朝早，其實我就同呢位資深嘅同事傾過呢一隻 case 嘅，所以我諗住問翻佢睇下下一步應該點樣處理。點知當我問佢嘅時候，佢俾我嘅第一句回應係：鬼知你講緊邊隻 case 咩？當時我心諗咩料啊？跟住佢又話：你最好 copy 埋 client 個名啦。咁我同自己講冷靜啲啦，唔好咁激動。咁我回應佢：我暫時得一隻 case 啫嘛。點知佢又反問我：咁個客用咩付款方式啊？咁我回答佢啦，就話：你淨係教咗我 FPS 轉數快啫嘛，其他都未教我。最勁嘅係佢竟然話 sorry， 我記憶力好差，而家太多 email 飛嚟飛去，仲有我喺街啊，唔會記住你啲 case 㗎咯。哇！嗰一刻我心入邊真係啤一聲，心諗身為一個導師 mentor， 呢啲態度真係令學生唔知點算喎。呢件事真係深深提醒咗我，將來如果有機會教新人，或者我成為一個資深同事，一定唔好學佢，唔可以擺出一副唔關我事嘅咯，或者鬼知你講緊乜嘢咩嘅態度。主動 check 下自己派咗咩 case 俾對方先，唔會俾人感覺到你問我，我都唔知你講咩。其實好簡單。當下如果真係喺街或者忙緊，可以直接講我而家喺 external， 或者我而家喺個客度，稍後 check 一 check 再覆你。呢句嘢起碼俾人感覺係負責任，唔會令到對方覺得好無助或者被忽視。不過翻嚟我件事入邊，作為一個新人，我都學咗一課，就係喺職場上唔好太上心。特別係啲態度唔係太好嘅同事，將來無論乜嘢時候問佢嘢，都迎合佢嘅需要。不論之前有冇傾過呢個 case， 我都會清清楚楚寫返個客名、來龍去脈、件事急唔急，同埋我問題係乜嘢，免得又俾人話鬼知你講緊咩 case 咩？其實大家都係打份工啫，真係唔使太執着。認真就輸了。職場上清楚自己負責嘅範圍，唔好太介懷其他人嘅態度，其實已經係一種成長。真係職場上共勉之。